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让今天早上气温是温暖，是舒适的。很开心能够在主的圣殿与各位相见，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一起大声来赞美。说话，命你救你，你吹气，救得生命，万物齐唱。
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过犯，求你赦免我口所说、心所想，一切那不符合你心意的，求你用圣洁的灵亲近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感到疲惫、害怕的时候，你的同在将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将心完全交给你，相信主你的带领和应许。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不平静的世代赐下平安与应许，帮助我们相信在那风浪中主你仍掌权，持续每一天的看顾保守，让我们成为知足的人，能成为懂得感恩、体会主你的恩典。求主恩赐，让我们克服一切的烦恼，远离那黑暗权势，使我们欢欣的向你赞美。主，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圣殿向主献上我们所有的感谢。我们要永远将自己献上，要大声的来开口赞美你。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主，你就降临在这国家、这城市、这社区，在这土地掌权。我们要遵从主你的圣名，永远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圣名。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再继续大声的来跟我们的主赞美。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圣名。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里，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的名。主你的国度降临，宣告你国度降临。主你的旨意成全这地，你旨意成全这地。主，我们是你所兴起的百姓，兴起你所选之民。我们要高举主你荣耀的名，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
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一切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创造万有，天地会改变，唯有主永远不变，因为你是万物所有一切的源头。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同心唱诗歌敬拜，同心祷告，同心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愿神的圣灵同在，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得着神特别圣灵的膏抹，得着祝福。让我们这个礼拜不是自己只有自己得着，而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同心赞美，同心得着复兴，也同心得着圣灵的膏抹。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弟兄仍然站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齐诵史尼西亚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的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彼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父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的第4章1至6节，第二处的圣经是腓立比书1章27节。我们一起来领受。所以，我们这个因侍奉主而成，为穷途的奉劝你们。你们行事为人都应该符合上帝呼召你们所立的标准。你们要谦顺、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唯有一个身体，唯有一个圣灵，
正如上帝呼召你们来享有同一个盼望，有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唯有一位上帝，就是人类的父亲。他在万有之中统一万有，贯彻万有。最重要的是，你们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这样，无论我能不能亲自来看你们，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跟行他的话的人。献诗，我们请泽荣小组献诗，他们所献的诗歌是记号。献诗完，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讲道。这样牧师所讲到的主题是同心奔驰的教会，同心奔驰的教会。作不停息，从天涯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子龙小组用这一首诗歌。我们确实因为主耶稣救赎的记号，我们得恩典。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一起同心勉励大家，借由这个记号、救赎的记号，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恩典跟我们同在，是我们今天在冬天有一个暖和的天气，让我们能够很自在的在这边聚集，一起敬拜神。愿上帝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的恩膏与启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激励。愿我们大家彼此同心敬拜，你的恩典、你的记号就留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接续了我们在今年第一个主日互强50向神奔驰后续的各种不同角度一起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同心奔驰的教会。我们上一次在第一堂第一主日就是这个月第一主日分享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互强50向神奔驰是一个大主题，但是奔驰什么？要怎么奔驰？哪一个方向奔驰？那更是我们每一个互强教会、互强人共同的目标跟责任。所以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是，这个奔驰要同心合一。我们就有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这个重要的课题。经文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分享我们就直接跳过来。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这个奔驰的教会。奔驰很重要，同心更重要。我们互强50已经起跑了，上个礼拜我们就举行了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研讨会，我们一共有200多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19间包括我们自己一共20间教会弟兄姐妹牧者一起来研习感谢主，我们等于是第一响第一炮已经打响了，我们去期待有更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合一？我们从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一起来学习。合一的定义，如果从用奔跑的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同方向的奔跑。大家都很有体力，大家也跃跃欲试，但是同心奔驰是有共同的方向。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他说合一是动态的，不是大家没有什么表达，就是规规矩矩被绑在一起往东就往东，西就往西，是蛮机械式的，不是，它是动态的。我们可以用马拉松的赛跑来做这一个比喻，因为保罗在分享的时候常常有这一个比较属于运动动态的部分。我们知道马拉松的赛跑，我们台湾这10-20年来非常的流行。不管你会跑不会跑，你是专业的或是普通的，大家都想要凑一下。我们台南就很多马拉松赛跑在安平啦，在哪一个地方路跑。那各种实力都不一样，不过大家都了解这个马拉松赛跑，有人就好像来参加嘉年华一样，穿着非常的搞怪好笑甚至化妆，但是唯一的目标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人员可能很参差不齐，但是成千上万的跑者有差异，但是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在前进。我们教会呢有很多专业的跑者他们参加是全马的也有是参加5公里的都很好玩。甚至有的人还跑到国外去日本参加东京的路跑。那全世界最有名的马拉松很多很多大城市，那其中最有历史悠久是波士顿马拉松纽约也是很好。那重点都是大家知道
穿着不同因为马拉松没有一个制服啦，但是可能有共同的一个标签，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保罗所说的动态的合一，就是类似这个。一旦是没有目标，我们说向神奔驰，如果没有目标怎么办？我们可能只是一群聚在一起的群众，大家是乌合之众，稍有摩擦，稍有意见不合，稍有想法不一样，可能大家就散开了，因为你的方向不一样。那这个如果是一般的活动，热闹那还其次，反正大家没有什么相连的关系呀。我们台湾不是常常办很多活动，特别是庙会那个活动，办什么抽奖啊，办那个什么送礼物的，大家抢着要抢完了就散开了，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是教会不是这样子，教会是有共同意向的，是共同目标的。我们就像一支军队一样，我们可能大家的步伐不一样，有的很强壮，走得很快，但是有的可能力气不够，但是因为方向一致，那会带领军队的人他知道，你不能只顾前面那些壮勇的，我们要顾虑一些可能脚步不够的，或是落队的，那就在彼此的奔跑中，大家彼此调整，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战力。这个战力在于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军队就是要得胜，所以从基督里的合一是不是要求一模一样？大家制度，我们在早期像牧师年轻小时候的时代，我们的学校很注重合一其一的标准，头发要剪三分头穿的制服都要一样那个时候就要求外表的合一。但是现在大家百花齐放，学生呢各样的装扮都有。我们不是要求一模一样的合一，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同对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教会合一的最重要的基础。那我们如果从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向神奔驰的代价，或是向神奔驰的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合一的特质。这属灵的特质优先的，好像是最前端的最优先次序，就是属灵特质的合一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的一开头就跟我们讲说，这个维持合一所需要的特质有这一些。他说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然后在第4节还包括说第3节还包括说要用和平互相联系。那这些为什么跟合一有关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说明谦逊是什么呢？谦逊是我们历史刚刚在讲赛跑嘛，在奔跑当中，谦逊的意思是不认为我的跑法才是唯一的，好像觉得我的主张是对的，其他人都不对，要按照我的。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很有能力，跑得很快，然后踩到别人，而是因为我们要共同使这个团队大家都同样达到目标。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竞赛因为现在网络啦那个转播非常的普遍嘛你知道有一些竞赛，他们现在不只注重个人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接力赛，你一个人跑快没有用，要全部人都跑得快。前几个礼拜我们台南很多国小在举办运动会我那一天刚好有一个机会说绕过去那个崇善路，看到我们的那个在那边的国小哇在举办运动会，那么巧刚好因为他们的围墙不高，我就在那边看一下，看他们刚好在举行大队接力哇一般至少应该有10来个吧一个操场一圈他们各占一个位置，意思等于是跑一半就对了。哇有的跑得很快有的太仓促不小心把棒子丢了，还有一个跑得跌倒了他们每一班都很认真因为
有的跑快跑慢，反正你们就是班上的小同学啊，你不能说啊这个跑不快就不参加啊。大队接力就是在注重那个同心，大家合力能够达到目标。那其实现在很多竞赛、接力赛以外，比如说那个溜冰、滑冰哈，他们有团体赛，大家都要同心合一，或是争先赛，还有脚踏车也是团队的，你不能一个人绕到后面，那其他人到位置都不行。所以谦逊就是一个注重团体的整合，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整体。他还告诉我们说，忍耐跟宽容，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竞赛跑步当中，有人会跌倒、受伤或是落后，所以真正我们同心奔驰不是跑快的人先抵达，而是强壮的愿意慢下来，因为我们全部到达终点才是成功啊！所以强壮的愿意慢下来，扶持软弱的，确保大家一个都不掉队。即使你是陷入困难，我们也不会丢弃你啊，好像把它甩掉。这个不是我们合一的优先的目标。有一个可能大家看过的一个短片，它是叫做“深陷泥淖的马”。它这个影片很短，但是很有意思。他在讲说，一只深陷泥淖的马可能要等死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蒙古的大草原有那些水洼哈，里面的泥土很黏呐，一到跌进去哈，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去增值，别人去救反而会陷在里面啊。所以呢，有一个蒙古的牧人呢，他们兄弟就看到这一只马，本来想说要把它放弃了，但是这位领队想到一个好办法，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同心合一啊。所以那一匹马本来已经没有求生意念了，但是同伴在他旁边一直奔跑，让他得到激励，然后他从泥淖当中出来。我们可以看这个短片来做一点了解哈。Эзэн гаргаж дийлэг болдог. Ямар явган заяатай нэмдэг байна. Газар зогцсон ганц муу авцагч яамаа хитнэ. Харин алтан ноёндоо эзэн алуугаар цаад. Ганцар дүүрэн буцаа утсан дээр байна.
这是一个同心奔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说。这只马可能本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它已经挣扎不知道多久了，连主人都把它放弃掉。但是这个有经验的这个领队，他知道说，唯一的就是大家给他激励，让这只马自己能从泥淖中爬出来。看到这个短片，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学习：我们是同心合一的，没有一个人被遗漏，确保一个都不掉队的一个教会。保罗还说，和平彼此联络。和平彼此联系的意思，我们把它比喻成，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队员跟队员之间会有一条绳子来彼此联系着。那这条绳索在和平，就是没事的时候，大家彼此联络，知道大家没有掉队，大家都很平安。但绳索是在顺境的时候联系用，但是在逆境，比如说有人滑倒了，有人遇到状况了，那就是一个救命的拉力。教会之间这个彼此和平、彼此联系是有机的，是有生命的。我们也知道台湾已经很多登山家登上圣母峰了。那你知道，在6000公尺以上，全部都是雪地的世界，根本没有路可以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有经验的领队带领你，然后你要一步一步，通常都是要这个绳索来连接，才能确保大家不会掉队，甚至失去生命。我们教会在向神奔驰，就需要这种和平联络、彼此联系这样的力量。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关顾，彼此帮助。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1章27节看到一个团队努力合一的一个画面。保罗说要我们同心合一，要我们同心合一。他的意思有点类似像竞技场面上，那竞技场或是在军队向前的时候，他形容一群运动员或是战士，大家是彼此并肩作战的，不是搞个人英雄或是个人主义，而是大家同心合一，才有办法能够彼此兼顾得到。所以保罗强调，这是同心合一的关系。向神奔驰，教会向神奔驰，我们是在过程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彼此都是队友，不是竞争。我们可以把一个属灵的世界，当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目标是像这段经文在提醒互相教会，我们的对手是世俗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这个撒旦给我们的拦阻，但不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同心合一，并肩对抗主力，不是互相消耗。我们最近这1-2个礼拜，不是台湾又要进入选举季节了吗？很多县市，对不对？同一个党派的，糟糕，有2个、3个、4个出来竞选。哇，大家在初选的时候竞争的很激烈宣传看板各样的传的话也很多。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说，你刚初选的时候，大家杀得你死我活，争的大家谁也不让谁，看起来好像我要脱颖而出。但是大家都在提醒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在这个县市长初选的时候，大家争到最后，当一个人成功了，被提名了，其他人就变成你的扯后腿，因为你当初骂我骂得太惨了，我怎么还支持你呢？所以现在很多县市在初选完了他们最大的课题是，那怎么合一啊？我刚刚跟你争得不得了，我跟你是竞争对手，现在要变成合作那如果我们教会是这个样子，那还得了？大家彼此在争执抵制，所以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对抗魔鬼跟撒旦，还有这个社会很多世俗的思想跟不同的想法在
影响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所以我们是对抗主力，不是互相在消耗。同样的一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看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以弗所书4章1节到第6节，他提到好多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都应该符合上帝呼召你们所立的标准。行事为人，他台语的部分是说生活啦哈，你的生活要一切合乎标准，是主耶稣上帝呼召你们的。然后他说，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特质：谦逊、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系。他用这些，用一句话说：尽力保持圣灵所示合一的心。尽力是什么意思？不是轻松就有的啦，随随便便就会这样子啦。大家彼此想法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价值观也有很多差异。是因为我们大家用这样的特质尽力，就是你要出力，我也要出力，大家要保持在圣灵里面的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联系完，保罗这样解说为什么要合一呢？他告诉我们3个重大的理由。第一个，他说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然后上帝呼召我们同一个盼望。信仰很纯粹到只有一个，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没有什么好前后次序的，就是一个。第5节还说，因为我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也是一。再来，我有一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是人类的父，万有之中统一万有，也贯彻万有。弟兄姐妹们，今天刚刚在礼拜开头的时候，我们不是读那个尼西亚信经吗？好像有一点长了哈，但是有空大家可以好好读里面的文字。那个时候是主后325年的时候主后320年，全世界当时全部所有教会的最 top 的神学家一起聚在尼西亚，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开会，不是开1个礼拜，开2个礼拜，是开了好几十年。因为当时教会刚刚在建立的时候，什么样的信仰合一才是我们全部的人共同面对的？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产生很大的对立，因为有的人认为耶稣他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或是先知，但是当时的教会觉得说，如果把耶稣的地位下降了、降级了，那我们的信仰就消失了。就像刚刚哲龙小组唱的这首诗歌记号，如果是耶稣基督不是3位一体中的上帝，那我们的信仰就被贬值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全世界的教会一起共同认定，然后开了几十年的会议，当然是陆陆续续了到最后所有的教会共同签署这个尼西亚信经，是我们全大公教会全部的教会都接受。现在天主教、东正教还有我们的基督教3个大的教会系统全部接受这个信经，所以这个信经已经1700年，今天又隔了1年了，1701年。我们在念的时候不是念过了，而是看到里面大家努力的痕迹，知道说同一个神、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坚持是何等的重要。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在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是在神里面，而不是在你跟我，你要跟我而是在神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年的开头，我们一起思考怎么样建立奔驰的教会。这个奔驰的教会有一个属灵文化的 DNA， 意思就是说，教会不管是外边的什么制度啦，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合乎信仰的文化，那有可能就随时会消失掉。不要建造富强教会的属灵文化。第一个，我们是见证富强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被尊荣的、被重视的，不是被消耗的工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体，每一个人都是重要，
在神里面，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个才是信仰最重要的标准。互强教会第二个是一个属灵群体，它不是一般的组织。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有很多治理，现在台积电厉害的不得了，他们在挑他们的员工是何等的这个非常的严格对不对？然后他们才有办法做出那么多的成品出来，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公司治理，包括有好的薪资，有好的福利，然后让你愿意为这个公司卖命。或是像国家有军队，军队就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全来努力。但是教会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没有什么约束力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唯一的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邀请，大家愿意为这个一来努力，没有人可能强制你，而是你自甘愿意为了这个呼召，像保罗所说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莱斯利牛比金牛比金，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教会本身就是福音的公共见证，传福音需要生命做见证来做支撑。一个教会外表看起来教堂很美好，礼拜人数也不少，但是重点是它里面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见证出来？需要公共的见证，意思就是说整个教会的整体的表现，它就是一个见证，而不是你多会讲福音，你就会要人家来信主，而是因为大家同心合一，在生活上就见证了出来。上礼拜我们举行的这一个研讨会呢，我们有算一算，包括我们自己教会有20间，对不对？那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当然透过讲员的分享，大家都有很多很好的领受。不过我碰到有的牧者跟我讲说，看到我们互强教会那个整体的接待，还有包括整个事工的运作，他们觉得很惊艳。就是说，你们互强教会不一样哦，包括从门外的指挥，里面的招待，还有整个茶点的预备，还有整体的敬拜各方面的安排，那个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大家彼此热爱这个教会，希望把我们最好的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是见证，就是生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教会的运作方式，它才是最主体的见证。第二个，这个是这位 New Begin 的神学家所讲的话，教会事工，它不是只是把它完成就好，而是确保教会的生活方式，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受呼召，言行举止要符合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努力追求的，不是你多会背圣经你抄了几遍圣经你念了几次圣经，而是你把所有的信仰综合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表现出来，在弟兄姐妹大家彼此互动当中都呈现了出来。另外一位实践神学家叫做克雷格范格尔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不是先靠结构运作，而是靠生命关系的维系。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生命，一个活泼的生命在里面，我们靠运作的金钱也好，权力也好，或是很多高压都不能有持久，是生命流露出来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保罗这样给我们提醒说，最重要的，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这样无论我能不能亲自来看你们，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努力，因为坚定不移，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是不是有同心协力？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口号的，是你日常每一个礼拜在这边生活，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互动，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子。教会的50几年的筹备会，我们只是把我们大的方向列了出来，但是要完成它，不是靠
这几位同工，而是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与在里面。所以，在一年的开始，也是我们50禧年庆典的开始。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勉励，大家彼此来努力。我们教会最优先的是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教会，成为有温度的教会。我们一直持续这个口号，或是这一个邀请，就是说，我们互相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口甜、脸甜、心也甜的教会。但是从外表到内心，这是出自基督的生命。有合一的生命，你才能表达出口甜、脸甜、心甜。要不然，你就会像百货公司，或是在很多这个服务的场合，大家职业上的笑容而已，职业上的礼貌而已。你是出自内心的，因为大家眼睛很亮，看到你是不是真心。我们在10多年前，台湾有出版一本翻译的书，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它是大概2012年吧，他出版一本薄薄的书，可能大家也不是很，大家有特别注意到，但是很有趣。他为什么叫马铃薯汤教会呢？这间教会呢，它很小，也很不显眼。它其实它的本名叫做光岩教会，很通俗，很多教会选取的这个名字叫光岩教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讲到这间教会都忘记它叫光岩，他只记得他们是马铃薯汤教会，因为这个是韩国哈，我们知道韩国的国民美食是马铃薯汤啦哈，因为在北方呢，马铃薯就像我们南方的那个韩籍港饭啊，非常普遍，所以他们这马铃薯汤是很多店哈会出的一个美食啦，像我们台南不是有碗粿嘛、肉丸嘛哈。肉色崩啊，不是吗？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喜欢的国民美食。但是这个马铃薯汤其实是他们隔壁或是这个店的另外一间店的名字，他们在卖马铃薯汤。因为在刚刚的隔壁，大家以为这间教会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好了，为什么大家会称为马铃薯汤？这位作者叫梁炳武他遇到一个朋友跟他讲说，我看到一间教会很小但是是我理想中的教会。那理想中的教会有存在吗？他就很好奇去了，一去就成主顾了。每个礼拜都去打卡，因为他觉得这间教会是他寻寻觅觅所要找的教会。他要见证说这间教会叫光岩教会，到底为什么所以他一眼看到光岩教会这么小的教会，马铃薯汤店家那个大招牌把它遮盖住了。然后听完那个牧师，他们这个牧师叫姓赵显山牧师讲道，他在教会待上1天，心中感觉不一样。他去过很多教会，这间教会不一样。他说原来有这样的牧师，有这样的教会，有这样的信徒所以他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间教会的故事，他就把它写成马铃薯汤教会。因为这间教会呢，不像我们富强教会，我们富强教会虽然不是最大，但是我们真的拥有好多好多。这间教会呢，是借人家的商业大楼租的来聚会，没有办公室，没有足够的场地，无论是儿童的主日学、青年活动、办公室，还有甚至礼拜的会堂，都要分散各地。反正有地方可以租可以用就租起来。教会的招牌光岩教会很小。他也不想做大，因为被这个马铃薯汤的店家大牌遮住了。所以以后大家说要去那间教会，都忘了讲光岩教会，他们就讲说去马铃薯汤教会。现在教会的特色是怎么样呢？他租借会堂，然后呢，他们坚持教会的存款不超过3万块。他们会有的11奉献各样的奉献，他们做了用来做什么？又来记住、捐助、赈灾，还有宣教。这牧师的牧会哲学很有意思。他说他是要做上帝真会友的仆人，用维护的心来牧会。他看重会友的信仰成长，比建堂还更重要。所以这间小小的光岩教会呢，他看到这位作者在那边20年，他说没有抱怨，也没有论断，充满了喜乐。
赞美跟感恩，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芒。所以今天马铃薯汤教会，即使名字大家都不记得，但是里面天天或是每个礼拜都上演着天国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他们说，用称赞优点取代责备缺点，因为他们认为，像箴言所说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就是在试炼人。他们把教会所收的各样的奉献当成救济金，在节庆里面一定有经文说，你们要跟孤儿寡妇在一起。所以这间教会虽然很微小，在人的眼光很微小，但是那么力量很强大啊，感动了韩国100万人，一个奇迹。这间教会场地不大，但是里面的信徒所显现的那个爆发力，或是他们的爱的力量是够大的。我们富强教会算一算，上个礼拜胡金章长老在讲，我们教会的规模已经，如果是纯土地的面积已经700-800平了。如果说我们5个楼层，我们这块教会的楼层的土地它200多平，对不对？我们的建筑师比较了解，建平是多少？我们很棒的场地，但这些场地不是我们觉得荣耀的理由，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有像马铃薯汤教会弟兄姐妹那一种爆发力、爱的爆发力、爱的感染力。愿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暖的教会。马铃薯汤教会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第二个，我们富强教会这个温暖不是随便讲出来的。我们教会从建堂到现在50年了，我们是一直保持着从初代到现在一直要有这个温暖的氛围。我们现在感谢主，因为场地够，我们现在教会聚会完，很多弟兄姐妹大家不急着离开，因为有爱心午餐，我们还有那个咖啡厅、心灵转角。我们现在又装修完成了，另外一间前几天还特别又做了一个增补让它做得更完美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微光咖啡微光咖啡，因为有一天别人来了知道那间是咖啡厅，不是什么转角，听不懂我们知道微光咖啡我也想进去一下。那弟兄姐妹愿意留下来才重要，不然你装修的再怎么好，大家没有兴趣。那个温暖的温度是我们在心灵转角每一次礼拜结束，特别是第一堂，牧师看到都挤得一堆人都坐不下了，因为很多位置都不够了。一间教会如果是一做完礼拜，大家连招呼也不打就赶快散掉了，一下子就空出来了。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是这样子，但好像来做礼拜就是我自己的义务跟别人没关。我们教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堂还没有重建以前呢，我们当时的教会有点像三合院一样，教堂在一边，然后牧师馆在旁边，中间有一个天井好像一个庭院一样。我们这些比较资深的会友都常常在怀念说，我们很怀念当时我们做完礼拜大家就买了一些吃的。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啦，没有外汇我们就自己拿来煮拿一些菜来煮，大家一起煮完一起吃非常的快乐。我们当时教会在礼拜堂的边边有一间这个厨房用的不够，还跑到牧师馆也有厨房，因为里面扫那个刀子啦，扫那个味素啦，扫那个酱油啦，大家都一起用感觉非常的温暖感觉非常的怀念。那是我们上一辈的。那现在我们有那么好的场地，又有那么多同工来服侍，咖啡还有这个爱心午餐。它重点不是那些物质那些钱就能解决，是因为大家愿意留下来，大家彼此关怀、彼此联络、彼此招呼，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弟兄姐妹，互相教会是不是一个温暖的教会？是不是个有温度的教会？不是用外表来维持的，而是弟兄姐妹大家愿意投入。还有一个界定的标准，你是不是从开始来这边做礼拜到现在，你只认识那几个，其他人你根本好像陌生人、路人，还是你很乐意认识更多的人？除了小组以外的人，还有跟他同工一起服侍，那就是教会温不温暖，有没有温度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期待同心奔驰的教会，我们是看到教会一个健康的文化 DNA 这个氛围，我们会有在这里面可以安心的成长，被爱心真诚的对待，而不是牧养的附属品。好像一个教会经营就这些额外的，不是，是信仰整个真正落实的条件。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得到成长，你在这边会参与服事，你在这边会参与整个敬拜，是因为你是属于这里，你是委身在这里，而不是只是当一个消费者，看看你的教会招待好不好，你的内容好不好，你的教会的那个设备好不好。当大家都以自己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主人的时候，那个文化、那个健康就出来了。我们教会今天开始举办了这一届的门徒训练，我们的教会门徒学校。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你在参加第2堂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早一点来，9点多来上这个课程，然后接下来参加这个礼拜，因为我们都觉得你我都必须要成长，你要被激励，就像那一匹马，人家不把它放弃，一群牧民带着这一群马匹绕着圈，让它得到重新的力量，能够突出，能够跳出那个泥淖，然后跟他们一起奔驰。奔驰不是我奔得快，你被绕队了。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建立这一个温暖的文化，有温度的教会的文化。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从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所用出来的，大家没有谱，但是你一听知道怎么唱。我们请同工你弹第一段好不好？第一句。合而为一，会唱的跟牧师一起唱哈。万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万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彼此联络。尽力保守生命所致，合为一的心。尽力保守生命所致，合为一的心。我们再从头唱一次好不好？一起唱啊！万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生命所致，合为一的心。尽力保守生命所致，合为一的心。我们留在这个画面。他说尽力保守，是因为大家要付出，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大家努力去保守圣灵所示合为一的心。它不是一个死板的、僵化的，而是一个
动态的，在主里面，在圣灵感动里面的合一。大家彼此的背景不一样，彼此的认知不一样，但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跟方向，大家反而可以贡献自己的能力。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能力，大家共同来完成，迈向合一，也迈向向神奔驰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以下的代祷。第一个，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合而有一的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温度的，愿意一起委身在富强教会，让50喜年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向神奔驰、有方向、有目标、有策略，而且是能达成的。第二个，我们为50喜年所做的各样事工得神的保守，在年初到年尾一连串的庆祝或是庆典事工，有神特别的保守，特别在经卫上我们没有缺乏。愿神透过这些活动、这些庆典，让我们彼此更加的同心合一，彼此更加建造上帝教会恩典的教会。第三，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教导知道，我们不是只顾自己，而是看到教会当中有需要扶持的，有需要带领帮助的，也能够同心合一。我们因为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带领，他们也同样跟我们一起奔向目标。教会当中有病痛的，有心灵软弱的，有工作遇到困难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保守，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从泥淖中爬起，跟我们一起奔跑向前。我们也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愿神赐福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家庭、健康、儿女，都得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台湾这个社会，大家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最美好恩典的时光。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照你的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愿喜乐跟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能荣耀你的圣名，让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做的合乎神的要求，神所立的标准。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所做的荣耀你，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为了50喜年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同心回应，我们要尽力保守，尽力努力，能从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完成的，而是圣灵的保守、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化，让我们在迈向合一、迈向神所立的目标来奔跑。我们不英雄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彼此帮补、彼此照顾、彼此带领、彼此扶持，让我们同心全部达成目标。也愿神保守我们在50几年各样的庆典事工，我们要很多同工人力参与，我们更需要很多经费来帮助。求神让我们给我们预备，让我们没有欠缺。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特别有软弱的肢体，有病痛，有的在医院还做治疗的，有的失去亲人的，有的在工作上遇到困难跟挑战挫折的，有的在经济上有遇到困境的，愿神都亲自保守，让他们找到帮助，找到重新再起的力量。愿神的恩典与每一位有需要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因为大家彼此的关怀，彼此得到激励。我们也将每一个家庭交托主，求主赐福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无论是在生活、家庭关系、儿女、夫妻，以及我们的健康，还有工作，都得神的保守。一切看见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享受到神祝福这个美好。愿神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回应上帝的话，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奉献。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福音诗。会众请坐下。这时候我来报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看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再一次。凡接他的信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这时候我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我们下周服事的同工，我们要主礼请曾瑞平牧师。我们司礼，我们要请张业启执事，其余的部分我们自己来看。第3页，各项聚会跟牧区小组出席的聚会讯息，这些大家来过目。那么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的消息。本主日是1月为国内外宣道的奉献主日。我们为这主日来代祷，来奉献。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也1点半也要召开定期的小会，我们请小会员预备在2楼会议1点半准时来开定期的小会。第3点，小会来公告。本会定于2月8号的上午9点召开定期会员合会。我们那天只有1堂的礼拜。今天也有公告会员的名单，请会有查核名单，有发现名单有误，那我们请向办公室来订正，来更正。第4点，今天我们也富强门徒学校的第1期，正式开课。我们开课的时间有1月18号到6月24号，共有20堂课。每主日的早上9点上课，我们在教育中心1楼举行。若是还需要上课的我们的兄姐，我们请在楼下向干事来报名。第5点跟第6点我们自己看。那么第7点，我们教会开始收集2手堪用的衣物哈。那我们春节的前夕，我们家庭整理内外的时候，如果有闲置的衣物或生活用品，我们剔除那个破损跟老旧的用品以外，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用纸箱装起来，我们准备送到比较偏远的桃园区的布农族的剑山教会。还有第8点的其他报告的消息，我们婚礼的消息。本会的邓汝安弟兄和黄思恩姐妹，他在昨天下午3点在台北美人浸信会，我们举办结婚典礼，我们恭贺这对新人。
其他部分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我们来做补充。第一个，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叫陈于化弟兄在哪边？来，欢迎你起来。那我们欢迎你来，拍手欢迎欢迎。哦，年轻人哦，好，感谢主，欢迎你来参加聚会哈，平安平安，感谢主哈。方美月姐妹带领哈，好。还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漏掉的？有没有？好，那我再做一点补充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教会要在2月8号开定期会员合会。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公告名单，是提前1个礼拜，因为我们要印手册，名单要提早确定，这样印出来才不会有误差哈。那我们为了节省不印纸张的啦，我们就电子档。如果你觉得我怎么没有收到？我们教会各团体的群组都寄了电子档。那我们在1楼也有刊了一个大的字体的公告。如果你有名单漏掉了或是错误的请记得跟办公室回应一下，那赶快做修正哈。下个礼拜会再修正一次。那另外我们这个门徒学校我们邀请我们这2、3年受洗的啦、信仰告白的啦，能够参加这个互相门徒学校，能够了解教会的一个信仰的基础，那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互相教会的 DNA 是什么。这个有的是去年前年有上过，但是漏掉1、2节哈，你稍微注意那个表，哪几课我没上到赶快来补课哈。重点是因为你参与了，你就会认识更多人，一起学习哈。我们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了，但是你从中途参加都没问题哈。另外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收集2手物品啦还有衣服我们昨天接到建山教会，就是在高雄桃园区，在那个在宝来温泉那边一间蛮漂亮的教堂，叫建山教会。我们长期都把物品送给他们，他们在那边怎么处理不知道，但是他们附近有很多别的教会，也许他们有的需要的拿下来，可以再送给别人，所以我们觉得可以留下来很重要哈。所以呢，请各位，他因为说2月14号春节前的礼拜6就要来载了，所以这边周报写17号要提前13号以前就要把物品拿过来希望你能够分类好不好？分类，比如说衣服就放1箱，然后用品就放1箱。甚至你可以用签字笔把它写一下，说这个里面是什么，这样他们就不用全部都拆掉来检查欢迎大家踊跃提供，我们在地下室有2个区都放着那另外呢，周报里面有提到我们的周锡安小组长，他要在1月23呢，这个礼拜6，礼拜5了举行一个画展，他油画他油画的专业在台南的无缘公会堂欢迎大家有空去参观。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叫做新楼储蓄互助社，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储蓄互助社就是我们台南教会众教会它所设立类似一个金融的服务社就对了它里面呢也可以提供小额的贷款，也鼓励你储蓄如果你想知道这一个组织呢，你对年轻人在生活上经费运用上很有用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你也可以考虑去报名，就参加就对，等于是另外一个存户就对了就像一般我们在邮局有存款，但是它是鼓励你存款，然后借款，然后可以运作我们教会是跟他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是会员的关系，所以他在1月24号礼拜6下午举办那个年会会有送礼物如果你是会员，踊跃来参加。另外我们请秀书那一张就是这张我们的那个春联牧师拿手上这个春联这次我们是特别请书华老师所写的是蛮有收藏价值还包括把我们互讲50象神奔驰都印在里面所以欢迎等一下做完礼拜你可以他用橡皮筋包成一个，你可以到楼下去领取。我看到，因为我们这次请厂商帮我们印制，它有一个基本量，所以应该够。
其实现在就可以开放。如果说你想要拿第2张也没问题，你在你的签名的部分写乘2就好了。比如说你有2间房子啊，或是你在工作的场合，你的店你有开店，你可以在你家贴1张啊，这个是蛮值得留念的哈，留下来做纪念啊，欢迎大家踊跃索取啦哈，应该数量是足够的。最后要鼓励大家哈，我们在年底以前我们结束我们那个读经哈，还有背京剧，我们大家如果名单也完成了，请登记，给你小组登记，那我们在一段时间要做一个统计，然后来赠送礼物啊哈。另外我们抄路加福音。公报社的已经截止了，但是我们教会本身要到2月28以前，你如果写完，欢迎大家来提供啊，我们会赠送买这本书的钱哈，还有包括送小礼物。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研习的消息，就是我们周报第5页有提到，我们在冠冕理财真道的理财的课程哈很棒的，对我们的这个经费，我们家里面的。这种经济的管理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如果报名有超过应该是8位吧，8位哈人数够就会开课8位以上，欢迎大家如果到时间不同样的时间，也可以到太平静教会或是真理堂参加这个课程。它是一个长期的课程，一个轮完了再一次的课程，所以大家有机会参加，特别年轻人有机会参加这个理财课程，你会觉得说，是圣经的教导，非常棒的帮助哈，帮助你的一生有一个非常棒的经济的生活。我们这样来做报告，谢谢。颂荣，我们请会众起立，唱这首《一生》，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之后，我们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那我们第2堂的聚会，我们到这里结束。我们互相来问安，问情。